陪你讀新約。3月24日，陪你讀新約。路加福音1章46至66節。瑪利亞的尊主頌。瑪利亞說：我心尊主為大，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，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。從今以後，萬代要稱我有福。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為聖。他憐憫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，就被他趕散了。他叫有權柄的失位，叫卑賤的升高，叫飢餓的得飽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，為要紀念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，施憐憫直到永遠，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。瑪利亞和伊麗莎白同住約有3個月，就回家去了。施洗約翰的出生。伊麗莎白的產期到了，就生了一個兒子。鄰里親族聽見主向他大施憐憫，就和他一同歡樂。到了第8日，他們來要給孩子行割禮，並要照他父親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亞。他母親說：不可，要叫他約翰。他們說：你親族中沒有叫這名字的。他們就向他父親打手勢，問他要叫這孩子什麼名字。他要了一塊寫字的板，就寫上說：他的名字是約翰。他們便都稀奇。撒加利亞的口立時開了，舌頭也舒展了，就說出話來，稱頌神。周圍居住的人都懼怕。這一切的事就傳遍了猶太的山地。凡聽見的人都將這事放在心裏，說：這個孩子將來怎麼樣呢？因為有主與他同在。